者一直说这个还没病死之前，可能就已经饿死了。所以在29号呢，台北市除了万华热区以外的夜市，都已经像这样来进行微解封。我们现在是在饶河夜市的外面哦，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摊贩是开始出来营业了，人潮也逐渐多了起来。不过就有很多民众怀疑，这会不会造成是另外一个的防疫破口呢？就带您来实地了解一下。我们刚刚已经先用手机来进行实联制，才能进到夜市里面哦。其实饶河街夜市来说，出入口是相对单纯的，所以呢，不管是在两边的出入口，都会有要大家来扫手机才能进来。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在北市府的规定是，如果自治会来决定摊贩1/4的来营业的话，就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摊贩其实非常少量，但是还是有来营业。口罩戴着让你自己去也是不会有的。为什么？没有人敢出来啊，不是只做外带而已啊，店面也都是做外带。我一天做不到1000块，甚至于要500块而已。它这个都外带的啊，就外带比较安全啦。对，而且都是现烫过的。OK。对。这几天人有变多，是不是？对，有多一点。你大概5月底开始应该没有人哦。唉，惨的了。那时候一天可以做多少啊？3层掉2层，剩下1层。非常的全副武装，因为还是会怕。还是会怕。对啊。所以今天好像说是微解封，你觉得如果除了觅食之外，你会想出来逛街吗？还是不会，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还没有打到疫苗的情况下，其实还是会怕，主要只是出来觅食而已。现在到夜市会不会有点怕怕的？有，还是会因为觉得人蛮多。里面你们觉得人多吗？你们常来吗？算常。今天算人多吗？有变多一点。有变多一点。之前你们5月也有来过。对。那现在人这样的速度，你们会有点怕吗？还是？还好。还好。没在怕过了。没在怕 ，OK， 好，就有带好就对了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逛了一圈出来，人潮的确是有多了一点点。不过因为现在是晚餐时间，很多人可能是来买晚餐的，那也是一样呢，买了就走，只能外带。那也要提醒各位民众注意了，来到夜市这种地方，口罩还是一定要戴好了，而且保持安全距离。以上是 Now News 在饶河夜市的采访报道。